印象上深的同学，文录音阿嘉。会记得阮拄升5年仔时，爱换新教室甲新老师，伫全班济无熟悉同学内底，有一个囡仔兄真特殊，互我印象上介深。无论时间过偌久，伫阮的心目中，伊是一位了不起的勇士，敢向运命挑战无认输。虽望国校啊毕业以后，就无过继续读同一间学校，毋过一直到今，我还是会记得伊的名。这位同学，我拢叫伊阿明啊。自细汉就带有小儿麻痹的镜头，需要夜铁拐啊，佮随时爱人扶插较安全，行动真无利便。因为伊的父母拢爱去做事趁钱，伫伊的身躯边甲甜茶搭头，就落伫因阿嬷的肩胛头。逐工透早，因阿嬷会用轮椅送伊来读册。早前的学校无电梯，若要去专科教室的时，因阿嬷会真细致为伊的脚的孔插咧，看带伊上楼梯，佮留踮学校陪伊食中昼，不时甲阿明啊顾条条。会记得有一摆，母亲节要到啊，老师教阮做卡片，逐个学生真用心在设计，每一张卡片拢真特别。想袂到阿明啊，竟然加做一张，讲要送互因阿嬷，佮伫内底写：阿嬷，真感谢你的照顾。规年烫天拢无歇，互你真辛苦。虽然只短短几句话，毋过伊完成卡片的时间，爱比别人加用几若倍。原来阿明啊，遮尔啊有心，会把握这个好机会，向阿嬷讲出心内话。我想，因阿嬷收到卡片的时，一定会喙笑目笑，真欢喜，感觉所有的付出有意义。阿明啊，爱定期去做复健，若无恐惊骹腿会揪起，更加无法度行路。伊捌讲过，我上惊去病院，因为做复健实在有够吃力佮艰苦。我听着真毋甘，因为伊甲我平大汉，拢是爱佚佗的年岁。我会当自由自在，世界玲珑说，伊煞爱忍受折磨遐尼济。毋过伊犹原喙齿紧甲安安，真骨力去做。伊讲伊有一个梦，希望有一天会当甲同学同款，行路写字拢真轻松。既然田的甘水会过冬，我嘛要认真打拼，以后才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阿明啊，就是遮尔啊乐观佮坚强，毋捌因为身体各样来怨天怨地，怨叹人生无公平。伊甲即个缺陷，准做是天公伯啊，要互伊的考验，用积极正面的态度来面对难关，对生命展现出热情的笑容，意志严硬向前冲，实在使人真感动。伫遮，我要诚心来祝福，希望阿明啊会当美梦成真。
永远平安快乐，未来光明有前途，毋免阁受苦，勇敢踏出每一步，成功行出家己的路。